喂，哎，我帮你做那规划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我爸因为这道歉视频的事儿，估计一辈子都不会理我了。哎，你丧气什么呀？你家业那么大，钱随便花，不让你做事就不做事呗。我要有你这条件，我都嗨死了。你说的对啊，我是应该开心才对，是吧？对嘛，咱们这儿的娱乐业全指着你呢。你要是改邪归正了，那多少人得下岗失业啊？啊？对呀，这么残忍的事情我怎么做得出来呢？花钱即正义，堕落即……那个，我最近呢是真的忙，要不我们改天再约？小王，你改了好几天了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给我敲手板。哥，瞧您这话说的，下次我亲自约你好不好？嗯，拜拜。再见，请消手。成年了，我们都要学着去懂得这种心照不宣，回到自己的轨道里。转眼间，已经是2014年的初冬。我对青春的记忆总是在冬天，也许我早就预感到，越过夏日轻狂，生活里的冰冷和残酷会接踵而来。有人说，当娱乐记者，不是见明星，就是在见明星的路上。但其实我不是被起诉，就是在被起诉的路上。你瞎写什么？我郑重通知你，你必须公开赔礼道歉，并向我当事人赔偿精神损失费、名誉损失费1000万。哎呀，就把你那篇文章撤下来嘛，只要你同意撤，怎么着都成。当娱乐记者，难免总会得罪些明星，因为有些事，他们永远不想让人知道。11月份，一位当红歌手的女友拿了几张他的照片给我，说这位歌手和粉丝有不正当关系。周宇你好，最近娱乐报道上说你出轨女粉丝，请问是真的吗？纯属污蔑。听说爆料的是沈雪本人，那都是某记者的胡编乱造。大家看，这些照片就是记者林某成在博客上留的照片。我们已经经过权威的鉴定，证明就是 PS 的。我们已经提起了诉讼，法庭上见。请让下，让下！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那个姓林的约了吗？约了，应该已经到了。好，你跟他们聊。好。老板别喊了，别进了。学姐，还记得我这个学姐啊？你们新闻部也过来采访？我早辞职了，现在是周瑜的助理经纪。李老师好。啊，恭喜高就。你们认识？那你跟他们聊。哎，周瑜，等一下，我想单独跟你聊一下。跟新雅还有我的律师聊吧。照片是沈雪给我的。证据呢？你知道沈雪给我的是不是？是又怎么样？放手！事情的真相你心知肚明。放手！把我当做棋子，我也放手啊！放手啊！是不是搞不清楚娱乐记者是干什么的？是不是给你俩？我做慈善的那些事儿怎么不报道？我已经起诉了，法院见，赔偿200万。周瑜，滚！
马哥，哎，我的妆好看吗？好看，跟小王一样好看。妈，你来重庆干嘛？这话说的，我没事不能来看看你啊。那个，我吃完了，我还有事，就让刘叔带着你逛吧。哎，小王，哎，你又忘了，我不姓刘，我姓马。马叔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妈一年换3、4个男朋友，我记不清名字啊。妈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走，我有事儿。我在三亚买了套房子，月供你出啊。你在三亚买房？投资嘛。杨美惠，你懂什么是投资吗？我在重庆的房租，家里的房贷，我现在还能应付。你现在又给我整一套房，我负担得起吗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你给我的钱，我全拿去投资买房了，这将来都是留给你的财产呢。我这都是在为你着想，不像你那个爱签到的爹。那么狠心丢下我们2个不管，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我要为你的未来着想，你还怨上我了，一点儿都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我知道了，说吧，月供多少？不多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新故事了？没写了最近。怎么了？你还说呢，写一个被你逼一个，写一个又被你逼一个，怎么写都不对。不是，就是我们搞创作嘛，搞创作有增有减，哎呀，不是，你的意见都很有道理，都能一针见血。是吗？是吗？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的那个想法，那叫一个准确。你说，我要是出书，我要是搞创作，早就没有什么三叔啊，什么江南啊，什么他妈的啊，哎，没有他们的事儿，对吧？其实就是……你真这么想？当然了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只是幼儿园的工作太忙了，所以就算了呗，没法写了。没事儿，今天晚上我们吃火锅，庆祝你封笔。好。吃火锅。Hello， 我妈在里面吗？凯哥，院长在里面的。又变漂亮喽。妈。哎，你怎么过来啦？怎么啦？没什么事儿啊，想你了呗。切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说是不是缺生活费啦？不是缺生活费。我发你项目书，你看了吗？项目书啊，没有呢。你说说。我想做一个化妆品大礼包的项目，然后呢，把眼霜、基底液、面霜这些做成一个大礼包的样子，然后可以让有钱的人更有针对性的购买，让没有钱的人花较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高质量的化妆品。但是我呢，还缺点儿。老李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行啊。哼，哟，急啦？放哪儿了？哎，我说你李建勋就差这几百万块钱呀？重庆商界谁不知道您的影响力呀？不过也是，要想干点不上台面的事儿，是得需要点现金哈。那你需要钱，自己去银行取呀。干嘛？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怕你了啊！我跟你说，那家里的钱那是咱俩共同的财产，我凭什么必须给你呀？我那钱还留着给儿子用呢。你还有脸说儿子？我看你都把他教成一个废物了。我说你吵就吵，你扯我干什么？我儿子怎么废物了啊？我儿子他怎么废物了？行，我不跟你吵。告诉我，钱放在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说不说？不说。你说不说？我不说。
你说不说？不是你干什么，老李？回去再说。把钱放哪儿了？回去再说。找出来！回去再找出来！说。你李文凯，方然，叔叔好。看到没？做火锅最重要的就是火锅底料，只要你会炒一个好的火锅底料，你就永远能吃到最好的火锅。我才不要学呢。为啥子？你做就行了呗，我就负责吃。瞎说，男人要搞事业的，哪个整天跟你做火锅？那你以后不做火锅给我吃了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行，以后你想吃，跟我说，我给你做。好。嘿。涛哥，你说你为啥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？我从小做到大，做多了就还行吧。你爸爸妈妈不做吗？你自己做呀？我没见过我爸妈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听说他们去广州打工，后来工厂着火了，然后呢？就没了。这么久都没见面了，一见面要让你碰上这种糗事儿。没事儿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你别垂头丧气了，你好歹是个富二代啊。你也看到了，富什么富啊，顶多算个二代。毕业都3、4年了，都还找爸妈要钱，真的是命运不公。你觉得命运对你不公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爸看那道歉视频之后，连我的职业规划书看都没看，直接就给我丢了。更别说后面什么投资的事情，这不是命运不公是什么？李文凯，你要想清楚，你爸看不上你，不可能只是因为一个视频。他还真的就是因为这个视频。你要是真这么认为，你就安安心心当个废物，拜拜。不是，你说谁废物呢？不是职业规划书你看了吗？你就说我来，我们一起干一个，庆祝刘科老师正式封笔。吃。封笔好，我也很高兴。谢谢你啊。科姐封笔跟你有啥关系？为了庆祝刘科封笔，咱今天喝点白的。你疯了吧？胡白酒干什么？他一个东北人，喝点白酒，怎么了？别！哎，磨磨唧唧的。不用抢啊，别听他的。他喝一口，我喝一杯，不算欺负人吧？有点东西。我陪一个。我们重庆的规矩，连干3杯。不，那是重庆市里的规矩，不是我们。我敬你这一杯。别干！
两位女侠，这个白酒啊要慢慢喝啊，喝快了呢容易醉。对，慢点喝，慢点喝。你别管。这第3杯。喝完了，那个吃点东西垫肚子，吃点东西，吃菜啊，坐下吃点东西，坐。所以是沈雪跟你爆料周瑜的事儿，你就写出来，造成影响了。他就跟周瑜达成一致，沈雪本来就是女粉丝上位，没点心思能行吗？哎，就你呀，净相信女人，人家是正经男女朋友，你是一外人啊。这次是我大意了。像周瑜这种刚火的小鲜肉最头疼了。而且我和他的那个助理经纪新雅，之前还有一些小过节。对呀，这都知道。所以你啊，就当雪上加霜，长个教训吧。我跟台里打过招呼了，明天你就。老大，不用了。我自己挖的坑，我自己填，而且这个锅太大了，你也背不起。不是，哎，放心吧，我可以搞定。这回可不一样了。我知道，虽然我上了他那个女朋友的当，但当时也确实了解了很多情况。这个人很爱玩，我有办法治他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有事吱声啊。好。施总啊，公司上市的事情，还要麻烦您多操心哦。哎呦，严总，你看今天气氛这么好，咱们只喝酒不谈工作啊。施总，那个之前老听严总时常念起您，这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，可不能只聚餐一次呀。而且听严总说过几天是你女儿的生日，得让我们去捧个场呀。哟，这都知道。小米啊，的确跟我一块儿来了。这样吧，过2天她生日，你也一起来。施总，你看你啊，这女儿多孝顺呐！你到重庆来出差，她也陪着你一块儿来。算了吧，她呀是追星来的，不是周瑜的铁杆粉吗？这周瑜来重庆开演唱会，她就跟着来了。你看，你也在重庆，女儿也来重庆了，那我就应该尽到我的地主之谊呀。你女儿的生日宴，我来办。哎，公司上市的事，还得要靠施总搭把手。不过她这个女人啊，滑头得很，滴水不漏。难得她到重庆来，还算有个机会吧。你是说他家小公主过生日的事吧？是啊。生日宴算是个好由头，不过这生日礼物嘛，没想好。冰姐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哦？各位鱼粉，大家好，周瑜一会儿就到。首先，请大家上交一下手机。知道大家很爱哥哥，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聚会，希望大家可以谅解。
那个我有个建议，不如我们把手机放包里，包放在那儿，这样子的话也不会有人用手机，手机也不容易弄混，大家觉得呢？这个提议不错，可以。那麻烦大家把手机放一下。好，行，拿手机一块儿拍照呢。放这脚还见到就好了嘛。放一起来。谢谢大家，但咱们今天这个交流会，大家首先得玩得开心。谢谢各位宝宝，爱你们哦！喵子。来喝一个。好，你们先玩，你们先玩。我歇会儿，你们玩啊。没见过啊？你没见过我，但我见过你。让你来干嘛？我来交朋友的。咱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？这样玩挺没意思的。你要不要来个刺激的？我就喜欢刺激。就喜欢心跳，说吧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们临时有点事情，请大家先到隔壁包厢稍作休息。这边请。怎么样，刺激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谁在偷拍？我呀，就上面那个黑包包，里面装了一个摄像头。这包是你的？你狗仔队的？当然不是，跟你们开一个小玩笑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我想跟周瑜老师单独聊聊。就这么办事儿？对不起。滚！搞定了，吓死我了！这么急叫我来干嘛？刚出了点状况，钱带来了吗？带了，到底什么事？林哥，你看了就知道了，肯定对你有用。辛苦你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想跟你谈一个合作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跟我合作，交我这个朋友；第二，我把这个视频资料泄露给媒体。刚刚偷拍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视频资料上传到我的手机了。直说吧，怎么合作？唱首歌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，请坐。而且对方是资本大鳄，对你以后的事业也有利，交一个有钱的朋友总没错吧？既然你没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合同我也带来了，你看一下。
你怎么保证视频不流出去？既然我都在这儿了，我干嘛费那个心思呢？周老师，既然我是来交你这个朋友的，我肯定不会干伤害朋友的事。这个里面没有内存卡，您放心。我跟我老板也是因为时间紧迫，才不得不造次，请您见谅。有性格，我喜欢。你这朋友我交了，合约有效，但我现在追加一个条件。您请说。陪我唱首歌。荣幸之至。林一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